我做呢間鋪，我係賣一間屋，同埋賣埋部 Benz 嚟做。你話我要面又好，或者點都好，因為係我自己做翻，我真係唔捨得部車。喺呢一個新能源橫行嘅年代，到底汽油車何去何從？今日就帶老友去三水沙台現有信途中嘅圖騰。我以為你話我好正嘅。上期蚊姐係收咗 M2，今期係收部 M3。到底 M2、M3、M4 你哋係會點樣選擇嘅咧？熄埋火會好啲啊！唔好浪費你油啊嘛！你知呢部性能怪獸嚟㗎。哇，小心喎！係好辣手，點解所有嘅 M Power 都係咁辣手嘅？我換咗條 GT4 中段同埋個原廠喺邊度啊？原廠喺度。我到兩條都俾埋定點？可以啊。OK。我啲嘢我唔要㗎啦。OK。敦達配隻 S500 機皇俾你，2秒幾破百，直列綠光。我話 S500 機皇就係喺寶馬100萬級別以內起步最快一部。當時落地幾錢啊？呢部嘢？好似88左右吧。我上次咧收咗一部 M2，你唔知有冇睇視頻？我就睇部 M2先揾你啊。哦 ，M2、M3、M4 我都有收，粉絲啊同埋啲車友嗰啲咧，佢都會，要麼係 M2，要麼就係 M4。佢 M2咧，佢就可能短啲，2個門啊嘛，所以咧佢啲操控感咧就比較強啲。M4咧係線條好睇，M2同埋 M3咧就肯定 M2性價比強好多嘅。M3咧比 M2好在咧就係多2個門，可以照顧到你哋啲性能奶爸，又可以搭到小朋友，就唔似 M2嗰個咁樣樣，有咗小朋友啊嘛，所以佢要割愛啊。我話佢好似燉到嘔奶咁啊嘛，後邊坐住。我覺得呢架車真係唔大食嘅。唔係話德系車一定大食，唔係日系車一定慳皮㗎。我部威爾法比你呢部大食多。13，呢個字點讀啊？死83成啊！我8，唔好意思。好日本 feel 啊！有啲咩靚嘅時候，我埋單。唔好，我哋消費1萬以內50蚊以下嘅。1萬以內50蚊以下。蚊姐隨講，食咗先講。我又開唔到又唔捨得，真係即係我都知道佢有幾千蚊問題，但係即係我覺得我真係唔想買，但係係時嘅問題啊，其實係唔捨得佢嘅問題，因為我做呢間鋪，我係賣一間屋，同埋賣埋部 Benz 嚟做。我而家做到呢間鋪起，我先買翻呢架車，我一樣都唔捨得，因為每樣嘢自己揾翻嚟。係啊，辛苦揾翻嚟。即係呢個係我最後嘅。你話我要面又好，或者點都好，因為係我自己做翻，我真係唔捨得部車。雖然開得唔多，但係都有感情喺度嘅。小長5年後最有能力再。多謝你，生意興隆，如你所願。先唔好講你愛唔愛台 M3，我問你，你條女愛唔愛你？如果佢話愛，點解唔叫佢買台 M3俾你？